你相信苗族的清泉女神雅阿莎真的存在过吗？我相信，每当日落，夕阳的红光照满山坡，照亮姑娘的红袖裙摆时，她回来了。作为苗族的美神，雅阿莎是苗族古歌传说中美丽的化身。关于她的传说，根据苗族支系的不同，也有众多不同版本，而她也以不同的形式载体，千百年地活在了苗族人的心中。除了大家广为熟知的和太阳月亮演绎旷世奇莲的雅阿莎，还有一个红袖苗版本的雅阿莎鲜为人知。相传在贵州建河的乌包村有一湾清澈的小池，泉水漾漾，汇聚成湖，美不胜收。一个落下余晖的傍晚，一群仙鹅从天而降，落入湖中嬉戏。天色渐晚，众鹅飞离，只有最小的一只因眷恋这人间仙境，悄悄藏在了泉水源头。一个苗族小伙前来挑水，即化成一位美丽的姑娘从泉眼中走来，后来与他私定了终身。当地人称她为雅阿莎，意为清泉女神。雅阿莎不仅生得美丽，还心灵手巧，教会了当地的姑娘绝美的红袖。红袖针法细密，袖片装饰处不见一点面料底色，故其色彩更显热烈而奔放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雅阿莎，在自己服饰最显著的位置上绣上仙鹅图案，辅以铜钱羽毛坠饰。一套完整的红袖盛装需一名成年女性用1年的农闲时间方能完成，她们对此十分珍惜，珍藏一身，非节日盛会不穿。每当她们穿上这抹晚霞的色彩时，人们都盛赞她们是红色娘子军。我相信那个心灵手巧、首创这种精美刺绣的苗族女孩是存在过的。今天人们绣的每一针都有她指尖留下来的余温，只是后来人们都把这种美好的品质融汇成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雅阿莎。她是千千万万个美丽善良、敢爱敢恨苗族女子的化身。20世纪以来，日本以及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人也被这种美吸引，远道而来，争相购买收藏。2006年，剑河苗绣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作为雅阿莎精神的延续，这种红袖苗服才能穿越时光，用那么落霞满天的红，照亮苗族女子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你看，天上的飞蛾在飞舞。